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开始，伫全国路口加强处地汽机车经过行人过路线还是西弯的时，无互行人经过，上最罚3600块。今仔开始报税到5月底，今年是有真侪减税措施。指挥中心今仔嘛正式改编，只剩医疗照护机构加救护车爱挂催安。台中大甲妈回銮长伫大甲市区有团体烧钱要折价冤家烧麦，嘛因为信徒上过济，返点才入庙安坐。新闻一开始来看，为着改善台湾的交通，伫外国人的眼内有行路人地价的歹名声。经济署伫全国路口加强处理，汽机车驶经过行人过路线，佮有伫咧西弯的时无让行人先过，上济目前是当罚3600块。也毋过交通部嘛已经完成修法，下半年会佮提悬罚金。无过彩条线顶悬有路人咧过路，小客车就等翻，马上互观景查落来。现在有看到行人在过马路吗？另外一边，白色小轿车也甲路人争道，抢要转换，因车高级真危险，赶快互警察查落来罚钱。警政署即马开始进行全国重点路口无让路人大执法，只是多是5一劳动节，路的车无济，早起台北市交通大队伫重点路口拿查，无发现严重违规。我假设警察的执法效率我觉得不错的话，我相信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改善，但我希望这也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作为，而不是一个口号。去年回来，我觉得感觉还不是说那么的礼让，但今年是有改善。为3月31开始，汽车经过彩条线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无让路人优先通行，相关罚3000人，机车罚1000二。交通部伫4月中已经完成修法，下半年无让路人的罚钱也佫会提悬。立法院4月14号已经修法通过，这个有关汽车的最高裁罚已经提高到6000元，下半年会公布施行的日期。根据警政署的统计，今年1到3月，各地处地无让路人的案件总共有30717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执法强度增加，希望保护路人安全，互地角恶名延洗掉。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开始报税到5月底为止，今仔早起10点15分进前，就已经有126397户完成综合所得税的申报。今年嘛阁调悬免税扣除额，阁有真侪减税措施来减轻民众的负担。带高高文件资料伫为单救护，全申报交税应用网络或者是手机啊。按过台北国税局透早也是未少人伫现场等要报税。因为我有一些资料它没有很登录健全，所以我必须要来这边现场做办理这样。现在来查，想说比较准，不会有误差这样子，就直接到现场来。因为国内物价起袂煞，即摆包含基本生活费、扣税急救甲4大扣除额拢调整。亲像每人免税扣除额为8万8，调悬到9万2；70岁以上调悬到13万8，标准扣除额大新调悬到12万4，有配偶是14万8。薪资所得新生障碍特别扣除额是调悬到20万7，互民众用支配所得增加，减轻负担。因为我的手机没有连上网，他说一定要这样，所以我就来了，都有优惠到。相关的一个税额一些扣除额，我们都有做一些调高，我想这个部分对民众来说可以减轻一些租税的一些负担。在手机报税的部分，我们今年增加了一个现金缴纳的一个功能，3万块以下的金额的话，你可以到4大超商去缴，那超过3万，可能你就可以到那个代收税款的金融机构去缴。根据财政部上新统计，到早起10点15分，已经有12万6397户完成申报。搁一摆提醒，今年报税维持甲以前同款1个月法定申报时间，也就是申报到5月31为止。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指挥中心正式改编了，只剩医疗照护机构、有救护车，会个继续挂催安。政府会继续提供疫苗，予民众来做。也毋过病院诊所会当开始收挂号费。另外，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21会伫瑞士的日内瓦召开。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早起伫立法院时表示讲，咱是阁还未收到邀请，也毋过已经投诉外国媒体，望争取理念相像的国家协助咱台湾加入 WHA。营养新冠肺炎
疫情指挥中心开设1197天了后改变，为5月初1开始，台湾正式进入疫后新生活。民众出门别个挂喙安，敢若剩医疗照护机构甲救护车爱强制挂喙安。快筛检验剂虽然退场，不过民众也是会当去药房甲超商等等的通路买快筛试剂。公费新冠疫苗会持续提供，不过医疗院所会收挂号费。当新冠症寒门诊会持续到今年10月底为止。距离上次感染或者是打过疫苗的时间可能已经太久了，超过半年以上，甚至已经有1年的话，那其实还是要做好保护自己的措施哈。那在人群里面可能要戴好口罩。另外，世界卫生大会 WHO 5月2日会伫瑞士日内瓦召开，卫生部长史瑞元初一伫立法院表示，目前还未收到邀请函，19要是会如期带团去参加。而且顶一日已经投稿去外国媒体，希望找更加多理念相同的国家，协助台湾争取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我们在 WHO 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被忽视的一个不公平待遇，那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些友好国家的努力能够来让我们有更多的这国际参与。那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顶一日表示，若是选调总统，一定会把高端疫苗采购的公文全部解密。针对这点，史瑞元强调讲，高端已经家己公开介绍，以尊重各界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甲妈花园昨暗伫大甲市区因为信徒上过热情，安坐台灯的时间嘛长着。饭店妈祖銮桥才入庙安坐，虽然即届事件无相拍冲突，也毋过昨伫大甲市区有团体相争要折价，冤家相骂，加上警察出面处理，冲突才无扩大。大甲妈銮桥都还未到，准备要折价的人已经开始咧杀来杀去咯。双方因为安尼起冲突，一个冤家。4月30暗时，大甲妈花园伫咧大甲运庄的时阵，都有真侪人伫咧现场抢要接价，所以才会安尼互相杀来杀去。警方看到，赶紧介入，避免冲突变严重。应该团体在场等候多时，且内部的团员在场均有饮酒，因人潮众多拥挤，团员酒后相互推挤而发生的口角。大甲妈绕境回銮，伫咧4月30登来到大甲市区内，规个街路是闹热滚滚，人也客甲杂通通。原本銮桥按算伫咧暗时就会登来到镇南宫，也毋过嘛因为信众伤过热情，銮桥一直到饭店才来到庙埕，比往年较晚1点外钟。信众将顺序甲富罗马、美洲马，也有正罗马请登去神龛了后进行安坐大典。镇南宫董事长甘清飘嘛表示，这届过程比演过拢较和平，嘛感谢大家配合。这回嘛跳啊交民主，当干事交民主，无内底冤家拢小胜伫我遮，即摆拢无连烧妈都无啦所以讲伫遮咧，咱的妈祖有灵感无？哇！镇南宫表示，这届绕境拄等防疫解禁，甲劳动节连假，人丁增加真济，算咧差不多有300万人参与，这个规模嘛打破演过的纪录。记者综合报道。3月小妈祖大甲妈才打结束9日8暝出巡，彰化市的南瑶宫妈祖嘛对昨开始7日6暝来回300公里的本港进香行程，因都有真侪信众准备点心，佮有人写台文来鼓励进香的游客。来进香你辛苦啦！彰化南瑶宫进香有一句俗谚，讲大马进香爱食鸡，二马进香爱玩鸡，三马进香爱撩客。今年是二马五，二马甲5马是妈祖会员上济，进香人数也是上济上热烈。今年南瑶宫往到本港进香早起起驾，要行超过200年的古香路，沿路会经过彰化云林家基，来回约300公里。历史正悠久的南瑶宫进香，应该是全台湾上界大进香活动。这回二马5去进香，若随乡的信徒真济，沿路也信徒提供点心，做回来参与进香活动。因为咱行过，所以知影伊欠啥，所以发起大家好朋友做伙来做这个点心站。沿路提供予进香客物件5回10成，唔若有食的啉的，甚至又搁顶头摇台语字，要甲信徒安慰鼓励。进香上课都真辛苦，暗时啦，行有梦电
有迄个就所以准备这药膏，用阮太子元帅讲甲你敷敷咧。今年马祖香期是疫情完全解封了后的头一年，无论大家马祖进香，抑是南瑶宫进香，拢出现济人阵，也展现台湾民间信仰的热情。记者郑家豪综合报道。来看婚林未了落水溪出海口，最近有一粒大型的红气球卡伫红林，伫气球顶头有一条3公尺长的布条，写“洪文昌信理文化学家学的简体字”。因为之前美国发生的中国气球的事件，嘛，互巡守队是真紧张，真足检查气球敢有监控的设备哦。这粒气球是对底来的，安怎飞来的，目前是搁在调查。巡守队员手揢着大红色气球，后端阁绑着3公尺长布条，顶面写着“洪文昌信理文化学家号”简体字，是日前环境巡守队在月林未了考出了黑房，进行清洁巡逻时，发现卡在红林顶面。远远看是很以为是没有什么东西的，但是去了以后才知道说那热气球真的是很大。那个好像是大陆飘过来的感觉啦，因为我们台湾人应该不会是用那个简体字吧。有巡守的职员表示，一看到大红色气球卡在红林顶面，有先想到进前漂洋过海到美国中国气球，烦恼是无暗藏高科技的设备，后来经过再三检查，并无任何监控设备。里面有塞什么东西？对不对？我感觉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打开看。所以会好奇的。对。囡仔真有靠空标传单来。有啦，但是到来都到10年前都这个空飘这气球来，我阁听过。未晓当地船长表示，10年前嘛有小像大粒红色气球，嘛是卡在未了面在电线顶面，布条顶面同款写着简体字，但若是真正为中国漂洋过海，至少都200-300公里，敢是真正为对方飞过来，阁需要来查证。记者有报道。搁再新闻来看，巴拉圭总统大选对台湾较优胜的执政党候选人潘尼亚选调，能够驻巴拉圭大使嘛代表总统撰文表达恭喜。有学者是指出讲，虽然潘尼亚承诺讲会甲台湾保持关系，也毋过敢会甲中国接触，甚至甲中国建交，伊嘛无甲话讲死。咱台湾甲巴拉圭邦交敢会有变化，嘛是爱去观察。支持者人气欢呼巴拉圭犹太派的执政党总统候选人潘尼亚得到超过4成选票当选。La división ha hecho que no podamos llegar al objetivo de poder producir el cambio que la mayoría de los paraguayos nos están solicitando. 我国驻巴拉圭大使韩志正已在第一时间代表蔡总统及赖副总统向巴国总统及副总统当选人致贺。不过选战过程当中，巴拉圭国内一直有挖向中国的气氛，尤其艾里格里竞选目标画出甲中国建交，就算选战失利，台巴邦交依然真受注目。毕竟在巴拉圭这一次，有关与台断交转向中国的话题引起讨论，而且也有相当的支持者。与巴拉圭的邦交从来就没有掉以轻心的本钱。希望外交部做好准备，动员所有的力量，把巴拉圭的邦交留下来。虽然潘尼亚承诺会维持甲台湾的外交关系，不过依然保留甲中国进一步发展经贸空间。学者分析，就算新政府想要甲中国加强接触甚至建交，决定权依然伫中国手内。台湾要甲新政府就新的合作甲援助进行参详，台北关系依然未当轻视。要挖不挖完全是中国在点头。他即便要帮他也是很有限，尽可能的在那个自治上面的这个施压力这样子。这个因为新政府上来，我们肯定必须要想一个办法再去加码，这个援助跟这个比如说投资巴拉圭按算8月举行总统就职典礼，红社副总统赖清德要代表总统撰文出席，照其过境美国，不过府方甲外交部拢无证实，只表示若接到邀请会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美国甲墨西哥的边境，最近除了有拉丁美洲的偷渡的移民哦，佮出现袂少中国的偷渡客要寻求入境的庇护。来看这来自中国移民，因是表示讲哦，因是伫抖音平台顶头找到这条偷渡的路线，佮有提供会当找上来斗3工，提醒爱注意的代志哦。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墨西哥边境的中国偷渡客是去年同期的15倍。伫咧德州南部边界一个偏远的地区，有上百位中国移民和美国边境巡逻队抓到。路透社记者等伫咧遮采访已經3禮拜啊，前目睭看到幾落百位中國人跨過美國甲墨西哥的邊境，而且一個訪問其中幾落個人。I feel relaxed and I can breathe more comfortable. I go to Hong Kong from my Hubei first, and then to Thailand from Hong Kong by plane, and then Turkey from Thailand by plane, and then Ecuador, and up through the South America to America. 伫所有接受訪問的人攏講，因是透過社群媒體知影偷渡到美國的想法，並且借由網紅的講法，私人群組抑個留言來規劃行程。有一寡講家己是基督徒的受訪者強調，無法度伫咧無宗教自由的所在生活。中國駐華府大使館透過電子郵件講，當局反對非法移民，並且講這是一個需要跨國合作解決的問題，但是並無回應中國宗教自由的相關問題。Because of their zero COVID policy, the actual impact of COVID extended past the point where a lot of the restrictions and things were most severe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I started talking about getting out of the country on the social media such as Douy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ikTok, and also Kuaishou, and some other platforms. 根據美國海關加邊境保護局的統計，自2020年10月以來，在美國墨西哥邊境被抓到的中國公民，6個月內超過6500人，創歷史新高，也是前一年同期的15倍。雖然中國偷渡客只敢佔西南邊境非法移民的一小部分而已，不過在這段期間內面是成長速度上緊的族群。公司新聞張偉林編輯。再來看印度北部一個都市，伫4月30發生不明氣體外泄，造成11個人死亡，還有4個人斷醫治療。而剛好印度西部的都市有一座3層樓高的厝崩起，嘛造成6個人死亡，有幾10個人掉佇內底，目前是佫在搶救。這棟厝的厝主嘛已經被掠起來了。印度國家災害應變部隊的人員掛防毒面具，準備要入去現場。當局已經疏散附近的民眾。旁遮普邦魯迪安納市發生不明氣體外漏，造成死傷，原因不明。有人在社群媒體打文講，3具屍體攏變成黑青色。उनके 3 बच्चे थे, अपने मियाँ बीवी थे, पांचों की डेथ हो गई। तो कुछ अभी कारण तो पता नहीं होगा। कुछ कारण नहीं पता है。魯迪安納副長官馬利克講，氣體可能是自塗骹的鐵鋼罐清出來，將一個採集樣本，初步懷疑是有化學物質加鐵鋼罐裏面的甲烷發生反應。जो पेशेंट सिक हैं वो अभी 4 हैं, 11 की वो डेथ कंफर्म हो गया।旁遮普邦的議員徐新娜講，事發的地點是一間牛奶店加一間診所的附近，不過無法度確定氣體是倒位走出來。有人伫咧買牛奶的時陣，買到一半，人才紛紛倒。旁遮普邦的官員講，外漏的源頭是一間工廠。另外，伫西部比灣地區，搜救人員伫咧這棟3層樓房的大箱混合的建築物繼續救人，而到規棟建築物敢若是薄餅同款規個綁亂，人攏袂赴會走。और उसमें छोटी बच्ची भी थी। उस बच्ची का इंडिकेशन ये डॉग्स ने दिया था कल, तो हमारे डॉग्स भी काफ़ी अच्छा काम करते हैं, ये कैनाइन सर्च करते हैं。官員講，這棟樓是違建，所有人非法起厝已經被逮捕。在印度常常發生建築物倒起的情形，尤其是在雨季期間，出代志的攏是牢固的違建。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再來看蘇丹發生內戰的衝突，已經3禮拜，有40萬的難民逃去隔壁國家查德，因國內的局勢是非常的混亂。最近有一個23歲有新的婦人人，甲先生失去聯絡，厝邊隔壁嘛攏逃走咯。伊家己甲囡仔生出來，無時間歇喘咯，囡仔抱的就甲大家做伙逃去查德。
招募甲拄则出世13天的后生蓝条条，想到当初要是囡仔时阵，厝边头尾拢走甲无半人，因翁去东部找头路也联络袂到，规个国家伫咧内乱，伊囡仔是散了，无作为来无休困，就赶紧得着规人人走到边个国家查德。وطردونا ناس الباقين طردهم كده حلينا جينا انينا كمان خوفنا طردونا جينا بابا ايام الوليد ده بس شلت جيتا الناس بجروا على ناس وليد وشلت جيتا 苏丹政府军甲快速支援部队 RSF 之间的对立，伫查姆所在西达佛地区已经有20几档啊。伫即马又个发生暴力事件、抢劫、种族报复性攻击，也个冲突一直发生。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讲，伫咧过去一礼拜，打佛的冲突已经造成上百人死亡。查德也因为接来一波个算一波的苏丹逃难的40万的难民，资源拢用了。联合国难民署指出，自从内乱开始了，至少有2万位苏丹人走到查德，所来几工确定的国家罪，在赶伫咧几礼拜了后柜来进行扩大物资的供应。因那国际调停拢无结果，就算有所谓停火协议，不过拢无人遵守。另外，苏丹港的经济也正混乱，有几多千人着急要离开。شمينا ريحة الجثث ونحن جايين من الخرطوم الضرب الغزف。目前有外国的军舰、大型的船只停泊伫咧苏丹港，准备进行国际救援行动。真侪人担心无法度顺利离开，包括一寡也门人、叙利亚甲苏丹人，其中也门大部分拢是留学生，已经调伫咧遮几落礼拜。不过因讲要转去的也门，即马也发生内战，所以心情是真复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仔是5日劳动节哦，警察甲消防员团体嘛徛出来争取权益。伊是批评讲，行政院的加班补偿机制根本就是带头不舍基层。有公教团体嘛呼吁讲，劳动节应该全民拢放假。全台最大惯老板，全台最大惯老板。大声喊口号，为家己的劳动权争取权益。今仔日是5月劳动节，是纪念劳动者争取权益的日子。公职员也徛出来争取权益。经销团体批评行政院加班费补偿机制无健全，是带头不舍基层的罐头鸡，要求加班费应该比照劳基法设定费率，各要取消加班费的金额上限。我们在半夜打火、跑救护，我们的加班费竟然跟比一般的劳工还低，我们时薪只有150块到170块，大家说这样合理吗？其实我们公务人员的待遇其实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加给或者是一些费用，它原本的政策目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是不是全部都适合拿来作为这个加班费机制内涵，这个需要讨论。面对经销团体诉求，正义代表邱定清书强调会将意见早等于正义来研究。经销团体是要求赶紧还一答案，若无排除6月份发动游行抗议。适用劳基法的员工是放假的，但是雇主政府身为公教人员的一个雇主，竟然在这一天能够让受雇者是不放假，然后去上班的，这是政府角色的荒谬。不止经销人员争取权益，公告人员也徛出来抗议，因为公告人员也是付出努力，却因为无适用劳基法，5日劳动节免休困，亲像局外人，呼吁政府应该修法，让5日劳动节全民拢应休困一天。记者综合报道。莲花食品中华工厂火灾造成8个员工死亡，消防逃生的问题又搁引起注意。立法院今仔审查消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有立委就呼吁讲，这个草案已经审查第7届了，也毋过调研嘛是搁无共识，望讲这个会期会讲赶紧来通过。民众党团嘛望讲，已经卡关20多档的消防设备能源法，嘛使赶紧来推动立法。中华莲花食品厂4个大火造成8人死亡的重大惨剧，互人不再关心消防法修法的议题。立法院伫7月办审消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这边总共修正27条，是消防法公布30年来上大的调整。但是法案已经6遍进出立法院，调解依然无共识。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让今天的条文可以出委员会啦否则每次一有大火立法院就被拿出来点名说我们这个立法怠惰。今讲搁再度卡关，几多位立委希望条文会当赶紧送出委员会。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也呼吁，
卡关20几年的消防设备零管法也应该赶紧推动。因为牵涉到消防设备师、也个建筑师的专业分工，问题依然等待解决。既然我们的消防设备师跟设备士的人数已经达到当年设定的500跟5000人的标准，确实这时候就应该回归专业的消防设备人员法哈。那这些的条文部分，那设备师是跟器材工会这边，他们是赞成用行政院版本的。每一遍大会拢烧出案件的问题，消防署讲已经就法条的部分，甲各大工会沟通。立委张其乐讲，除了强化管制业者，也鼓励民众检举，各种方法做人做来确保消防安全。希望完成修法，甲用实际作为来回应外界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农委会将对动物保护法的修法，4月28开始预告草案，嘛强调讲这是这几冬来上大规模的修法。动保团体是表示讲，这届的修法有2项突破。一是动保员伫紧急状况，授权会当入去邻居厝来进行调查，嘛增加讲禁止伫夜市以娱乐、营业等目的送动物，也是交换动物。伫夜市好金鱼佚佗的奖品是送兔仔，也是鸟鼠，这个行为伫动保法修法了后，会变作是违法的行为。农委会最近再一次预告动物保护法的草案，要加强管理动物的利用甲虐待的伤害，其中佫增加禁止以娱乐、营业等等的目的来进行动物的交换，也是销送。动保团体认为讲，修补夜市条款是这一摆上大的突破。把那个动物当作是赠品或者是那个摸彩品作为那个交易这个部分已经是诟病很久那这次在修法当中也有被提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的地方。针对过去动保员无法度入去饲主引导调查动物受到虐待的情形，这一摆的草案嘛特别让动保员会当伫紧急状况之下入去别人厝内的权利，必要的时阵会当甲动物扣落来。也有动物团体希望讲会当提悬虐待动物的刑责。提高虐杀动物刑度以及抢救动物及时强制的这几个法条，我们希望至少在这一届就能够过关。动保法自87年公布实施以来，已经经过15摆的修正，但是有关互人批评讲无够完备，所以农委会搁再一摆提出修法，为原本40条条文增加到68条。这一次的修法呢，是近几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全文修正，就是罚金还有刑责的部分都有加重。修法包括4个方向，伫强化特助责任的方面，规定动物若是互放杀也是扣落来，特助应该爱负担伫收容期间所需要的费用。另外，嘛规定袂当卖山低调，也佫有强化宠物产业甲源头流向的管理。记者综合报道。这2冬因为疫情，真侪民众减少出入病院，嘛影响到提早发生病症的机会。最近就医师发现讲，有一寡大肠癌也是黏癌的患者，早就伫半冬前、1冬前发现有症状，也毋过最近才去检查病情拢拖甲较严重咯。医师表示讲，以大肠癌来讲，办半冬检查出来风险是提悬25%，死亡率会提悬22%。疫情期间，不少民众就算有症状，嘛唔敢去病院，互医生看或者是做检查。不过因为安尼较慢发现病症，流感的患者嘛渐渐开始出现。心脏科的同仁也说，这个冠状动脉狭窄阻塞的程度都非常严重，心导管非常难做。那这些种种都告诉我们，事实上很多慢性疾病大概都有被延迟的一个状况。医师指出，大肠癌若是拖半年才做检查，要其风险会提悬25%。死亡率提悬22%，验大便检血验出阳性了后，超过半年做大肠镜，得到大肠癌的风险嘛增加2倍。有医师预估，在拖过疫情期间，即马才验出得到癌症的人，明年甲后年癌症登记报告都会显示伫数据内底。政府也在担心，就 COVID-19 这2-3年期间，可能会反映在未来的这个5年，看到这个癌症的增加，同时晚期的癌症可能被发现的比例也会提高。从我的门诊的经验看起来，大概有1成到1成5的妇女都出来筛检，那就比以前过去多了很多，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那因为早期筛检，它的预后很好。最近有医师发现讲，真侪医师门诊患者的数量直头增加，
来事件大概走到暗时6、7点才会结束。也若根据国健署的统计，今年1月份至3月份，4种癌症体检，包括大肠癌、喙腔癌、子宫头癌、甲鳞癌，拢总甲130万人次做体检，比去年同期122万人次较济，显示体检的量有大大增加。目前政府会持续检视癌症体检的策略，来帮助民众量早发现、量早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要去高雄寿山哦，已经会经过万寿路，常常拢有汽车也是奥多摆伫落街时，用真紧的速度驶弯，或者这经过的车哦，拢是感觉真危险。虽然警方表示讲，因无接到报案，也毋过调监视器，确实是有违规的状况，卖来处理。白色车辆驶伫高山区万寿路落街时阵，高速过弯发出真尖的声音。无偌久，搁再一摆转驶，高速驶去哩上条道路，引起民众的注意。因为这条路是通往高雄寿山甲动物园的重要道路，假日有真侪游客。无要顾命民众讲，只有伫咧假日的下晡，拢会当看到竞速，不管是汽车也是奥多摆。表说毋是讲一工尔，迄个表说是这本来个月的代志。只有你若要翕相，下晡3点来，你就绝对翕得到。视线看不到，容易危险，然后压车角度有时候可能超越双黄线，然后跟对向相撞，那或者是速度太快，可能一下就撞到山壁。警方表示，这案件无人报案，毋过驾驶有快速超车等等明显违规的事项，会当罚6000到24000块。已经通知车主到案说明，嘛要摆除以公共危险罪方向来侦办。已锁定车牌，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全案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危险驾驶自担举发，另研议刑法185条公共危险罪侦办。根据统计，这个路段1月到今嘛有过28件交通事故，当中导致19个人受伤。虽然时速是40公里，但是常常看到车辆超速，尤其过弯的时阵接近90度，搁再有车辆竞速是更加危险。警方嘛会持续针对这个路段拦查临检，呼吁民众都要慢慢来驶。记者王柳婷、陈显坤个人报道。宜兰罗东运动公园内底红明湖，有民众发现讲有真侪粪扫哦，河花嘛拢打起，3不5时会有鱼仔的尸体浮伫水面。至于讲公部门拢无咧维护管理，也毋过县政府是表示讲因定期拢会维护，也毋过嘛呼吁民众毋通黑白等粪扫。湖内面有粪扫，有死鱼，湖边的河花有一寡打起，鱼仔真少。宜兰罗东运动公园的红明湖，这嘛是先做执行，民众讲公部门拢无得咧维护管理。垃圾也，那边垃圾很多。那边的还好啊。这边的那个垃圾多。不过有人认为红明湖风景真水，生态丰富，拢有定期清理袂垃圾。还好吧，我觉得还蛮天然的，对，还蛮生态的。红明湖的设计做自宜兰落雨了的时情，山明水秀，日出日落的景色，吸引真侪鸟仔，生态真丰富。有在地人讲，这几年县府拢无啥伫咧管理，无法度看到像以前遐尼水的风景。每天都会针对湖面去做巡视跟检查，那有垃圾我们都会把它即刻把它打捞起来。县府讲，拢有定期进行公园的清洁维护甲管理，每工拢会顺湖面，然后粪扫就会好起来。县府也提供民众申诉的管道，随时提醒县府清洁湖水，也希望民众较有公德心的，莫乱抌粪扫。因若河花池的部分，即嘛是成长期，鱼仔才会较少，会随时注意成长的情形，保证河花的成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鹿谷农会，逐当拢会办第2种的节检定，是台湾第2次上 Pro 的指标哦。今年有20个学员参加检定，经过3天的课程甲练习，落尾只有10个人通过，摕到证照，落出率只有5成尔，是真无简单。咱做回来了解。学员用实物布景装塔桌顶，以地鼓、地杯展现个人特色。南投鹿谷乡举办3天的地艺检习会，上尾1天会来验收学员的学习成果。无论是布地的美感、钻地技巧，也是红地时的礼效，都拢爱注意，才会当通过地艺检定。我小时候也是在鹿谷乡农会的生活茶会学习小小茶艺师，那很高兴今年的农会也举办了成人茶艺奖，让我在茶艺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的精进。上一届没有表现得很优异，那这次重新调整步伐，然后在这次准备中感觉更充足。因为家里从的是茶，我觉得
得到这一份检定，可以让自己更有自信。然后，其实我也是在期待评审会给我什么样的评语跟建议，然后就朝那个方向再修改自己。鹿谷乡农会为着要把茶艺传承落去，为1992年就开始办理儿童茶师的培训，后来也办理成人茶艺检定，是国内茶艺师相关的标准之一。在有限的时间内，就要完成冲茶、用茶果、分茶汤、品茶，安怎保持雅气，种出一杯甘甜的好茶，步步都有真侪美感。20几位学员参加训练考试，经过3天密集的课程与练习在今天检定。鹿谷农会如果说有各项的茶艺活动，比如说茶叶博览会，或是各项茶席的活动，大型茶席活动，我们都会邀请考上的参与盛会。农会邀请专业的茶艺师来评分，希望透过茶艺课程，让大家了解泡茶是一种艺术。今年有20个学员参加检定，落尾只有10人过关，摕到证照，录取率敢若5成，就证明这个茶艺检定有影是无简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东港渔会为着照顾在地弱势族群，甲农委会渔业署成立绿色照顾站，利用东港钓时在地海产甲菜色，推出爱心便当哦，互老大人甲需要的人食了健康佮营养。煮食的志工伫灶骹无用试试，看这的菜色有红的、黄的、青，也有当钓时的鱼产，这是要送予东港社区的弱势族群的爱心便当。番茄啊，还有现在盛产的高丽菜啊，我们就是以我们当地的食材，鱼、蔬菜、肉，那也是当地的食材，然后以最新鲜的食材提供给长者。所有食材拢是当地去掠去买的当青。东港渔会配合农委会渔业署推动食鱼的教育，投入爱心供餐的计划，将在地食材变做一份一份的便当。逐礼拜一请志工来煮予人食。针对一寡无方便出门的人，应该会将便当送到位。除了推广食在地、用在地的观念，也回归社会。每个礼拜一，我们这边有一个食鱼爱心便当的制作，那这个部分我们是结合我们的绿色照顾站，还不错，很好，也很方便，然后菜也蛮丰富的。那菜色怎么样？都很好，色香味都很好。来领便当的民众感谢渔会，予需要帮助的人会当食一顿青草。渔会也表示会尽力，予这个计划一直延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农起来南关社区大学，附近有世界是全世界真特殊的地形。最近，找风野保护协会会长带学员去农徛公园来观察鸟仔甲生态，望讲互在地人知影安怎来珍惜保护地方的生态甲资源。讲到台南农徛的福兴山公园，这几年上称的就是空山节，互这个台南人口上少、老化上严重的所在，佮活泼起来。也毋过，农徛阁有一项真出名的，就是月世界这种特殊地形，因为是散地，才会开发少，自然生态较无受影响，真侪鸟仔拢会来找食的。福兴山这边的话，它的整个植物比较多哦，那也比较多样一点，跟周边隆起很多二地形相对比较起来哦，那所以当鸟类的话，它不管是留鸟还是说过境的候鸟。哦，那它就会下降到平地，因为平地的话食物比较多，那从山上会顺着林线一路迁徙过来，那很自然而然就会到这个植物比较多的地方，像这个福兴山这边来觅食。南关社区大学为着要让学员了解家己的故乡，有开生态的相关课程，找风野保护协会的台南分会长来做讲师，带学员来福兴山公园行踏认捌鸟仔，观察这的生态。我是住在仁德，那因为觉得这个区域是我们经常有时候就会过来走动，然后散步。可是因为对于我们居住的环境，我们并不是很熟悉，那刚好有这样的课程，可以来了解。我们在我们很平常的环境里头，有什么样的动植物在我们身边？除了带学员来观察生态，南关社区大学也继续推动田野调查和地方文史等等的课程，深化学员对地方的认识。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南山上的花园水稻博物馆哦，最近设25个虚拟实景的动画，游客当利用新科技游戏的方式来明白这个古迹甲文物，也已经消失的一寡建筑物哦，嘛亲像真的同款出现伫眼前，咱做伙来看卖。只要摕出手机也是平板电脑去扫景点条码，唔留导览解说，甚至可以当甲游客互动。透过科技，当然已经消失的古迹文物，嘛当呈现在眼前。感觉很棒啊，就是可以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一些建筑物的样貌，然后可以多了解一些这些建筑物的一些功能啊或设施这样。过去的古迹展览，拢互人冷冰冰的印象，佮加上各定古迹的身份，硬体运空间有限。为了避免佮变做死板的展示，台南山上水稻花园博物馆趁即马100年的纪念，加入25个地点的 AR 景点同轨，要让民众行入去古迹的场景，会当感觉愈亲近。那有名的烟囱基座呢，我们也是透过那个文资处他们的资料考究，来还原出原本12层楼高的烟囱的样子。透过这一次的 AR， 我们也可以看到快滤桶它原本是怎么运作的，自在的透过有趣的小互动，或者是简单的介绍来理解水稻博物馆究竟在做些什么。除了水稻博物馆，包括南营天文馆、南科科学馆、指定化石馆所组成的山区博物馆协作平台。近期嘛要举办教育训练，望扩大科技展示的应用范围，吸引愈侪民众行入来博物馆，和传统的展览搁再创新，发展出另外一种新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用基金会举办自由文理，找找在地内容的卡列，全国巡回展的第4站，29伫嘉义市的台湾图书馆开幕。现场为写的批示日记伊的画作，真完整的历史资料。基金会是真欢乐讲民主成败为台湾的奋斗甲初心，一般的社会大众已经略要袂记了，所以望用艺术甲展览的方式，让大家重新行入历史。讲故事的老师透过绘本的故事，向大人甲囡仔来讲自由的重要，并且阁有互民众体验大型的活动。自由文理探索在地南用卡车的展览，29下晡伫嘉义市的台湾图书室来开幕。所以我觉得在他们这个时代，认识权威跟自由这件事情很重要，这样子。就是借由了解过去对于争取言论自由的历史，来了解说现在的自由跟民主是得来不易，然后是非常珍贵的。台南用基金会表示，这届展览当中有台南用无共时期的生命故事，透过遗留落来日志甲批，希望伫争取自由的背后，让人知影伊伫无共身份之下有啥物款的心情。前辈有一句话叫做"剩下就是你们的事了"，其实张宏荣医师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少年人的期待告啊"。我觉得这2句话其实都在提醒着我们，作为现在年轻一辈，我们需要把这些民主跟自由的思想传达给我们的下一代。对历史充分了解，才有法度决定你未来要安怎行的国家的方向。在那些主张之前，他也是一般人，他也是某个人的丈夫、某个人的父亲，或是某些人的兄弟。那他是如何变成他后来那样子的？那我们是很希望透过这个机会，能够让更多人来了解这个过程。这摆展览为4月29展览到5月28，台南用基金会希望当用艺术甲展览的方式，互来看的人会当了解先辈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嘛互当代对民主有深刻的认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全球真出名的法国街头艺术家乔丹·萨吉特，顶礼拜六，伊用5点钟的时间，伫中正纪念堂的广场画图创作，嘛写真侪民众去现场欣赏哦。作品完成无偌久，水车就甲画洗掉了。创作完成到消息只有6点钟尔。艺术家是表示讲，伊真感谢伊的作品，会当伫台北这都市留着底接雪影形的纪念。有机会哦，伊愿意过来台湾创作。提督啊，真溜亮伫个涂骹画一道一道的线条，风画图也马上出现伫个涂骹，视觉风格简单却真强烈。法国巴黎街路艺术家乔丹·萨吉特礼拜日伫中正纪念堂创作，吸引不少人来看。今天有快闪5个小时，所以我早上就赶过来看他的表演。他很厉害，他其实他应该是心里有一些草图了啦，只是说他到现场，他刚刚看他那个线条都画的
很准。所有创作用3条线做基础来发展，乔丹萨吉特用碳酸钙的水色料，伫中正纪念堂的涂骹，留限定1天的都市创作。踮伫台湾这段时间，伊对台湾人的热情印象真深，讲伊真介意台湾。Pour moi, qui suis un artiste de rue,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justement de voir les différences, comment les gens interagissent avec les lignes ou comment est-ce qu'ils voient mes lignes, etc. C'est en tant qu'artiste, comme c'est super échanges, mais en tant qu'artiste, c'est comme si c'était un nouvel espace. Et j'avoue que c'est possible que je revienne. 伫法国巴黎真济公共场所，让人看到伊的创作，伊认为艺术是都市的灵魂，用串联人心甲社区。这摆创作是送予台北一份礼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羽球球队主演伫亚洲锦标赛的冠军战，对上南韩21岁选手安世莹。队主演3局赢2局，搁再摕到女子单打的金牌，这嘛是伊亚锦赛第3个冠军咯。来看这礼拜的体育周报。比赛一开始就一波8比1的攻势，台湾羽球一家地主兴攻这场亚锦赛女单冠军战，被摆脱过去甲南韩21岁选手安世莹对阵的劣势，小弟无互对手伤侪机会，靠梦前正好的手感摕到局8点，21比10抢到第1局。第2局一开始，地主英又果是一波8比0的攻势，后半段也一直拢保持4分以上的领先，上尾也就21比13摕到胜利。这是小戴个人第3遍伫亚锦赛摕冠军，是史上第4人，也是今年赛季第1座冠军。这礼拜上新的世界排名将会超过中国的选手邓vũ輝，重新排到世界第3。因为男子双打李阳、王泽林伫4强赛对印度第2局14比13领先时阵，王泽林所无顺利大腿扭到伤，只好退赛。赛后伫 FB 发文讲真唔甘，也感谢李阳的包容加体谅，希望保持健康，莫阁受伤。动作正顺，落来涂骹也徛正在。咱国鞍马王子李智凯以难度6.500分，执行8.533分，总分15.033分。伫咧决赛8位选手排第1，摕到世界杯系列赛第4站开罗站的金牌，也是伊伫咧2021年东京奥运摕到台湾第1块体操银牌了，搁再摕到国际赛奖牌，所来会继续准备亚锦赛、成都世大运加杭州亚运。另外，中华职棒统一赛礼拜伫咧新庄球场7比0元丰富邦悍将。将做中职34年来第1期完成1800胜的球队，胜利到手胜骑士。先发7局被降准2支安打，摕到来台湾第1胜，也帮助球队创造里程碑，领先兄弟的1737胜。一球降到正边外野的红浪墙外口，中信兄弟周思哲以41岁跟185天的年纪，创新队史年纪上大的红浪纪录。第6局下半局，李全龙的林志胜也红浪以41岁跟118天，共款创新两队的纪录。两个老选手共一场比赛红浪，也是中华职棒史上第1遍。美国职棒大联盟是由老菜鸟初登场，海贼队33岁马吉27伫咧第8局下半局上场代打，虽然上尾也被三振，不过球迷议员对伊无放弃的精神，给拍破鼓励。伫小联盟13年，马吉伫大联盟的第1期安打离到总算出现，这是上甜蜜的时刻。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是东朋友。来看去年2022年是全球史上第五热的一冬哦。欧洲嘛拄到有史以来温度上悬的热浪，都有西班牙科学家警告讲，全欧洲上南边的冰河会伫10冬内底拢融起。另外，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红红城伫4月中就出现37度的高温，嘛打破34冬来的纪录。日头超炎炎，天气正热，爬山人经美丽的凉亭啊淋水。美国亚利桑那州沙漠地区的红红城最近受到高压带影响，天气一直拢正烧热。4月11下昼4点，温度降到华氏99度，也就是摄氏37度2。打破伫1989年同一天所创的华氏98度高温的纪录。It's hot today. It really is.
It is hot. It got hot like in the past 4 days like that. 根据过去的记录，凤凰城平均每年5月初2左右，温度才会升到华氏100度，也就是摄氏37度7。受到气候暖化影响，当地长期苦旱。最近几个月几落波大气河流连续造成大水、寒流、大水，天气一时寒一时冷，造成更较侪适应性甲疾病的挑战。另外来看欧洲，西班牙甲法国之间的天然国界比利牛斯山有全欧洲上南边，也是唯一的地中海冰河景观。不过气候暖化严重，19世纪到即马，山区的温度已经增加摄氏1.5度，常常有极端的热天气，和冰河扬搁较紧。科学家警告讲，这款冰河会伫10年内消失。Pero desde luego para los glaciares del Pirineo hemos llegado muy tarde. Siempre que nos hacían dar fechas, estábamos hablando de entre 30 y 50 años la desaparición de los glaciares pireneicos. Ahora mismo creemos que en 10 años no vamos a tener más glaciares en el Pirineo. 一般冰河就要有1/4的表面伫咧年平均温度摄氏0度的顶温线以内，才有法度一直维持。比利牛斯山的0度顶温线，即马已经超过海拔3000公尺，一个伫咧继续向山顶退缩。0度顶温线以外的冰河，得到地球的暖化会快速消失，对景观维产一个传统生活方式，拢是正大的损失。公司新闻施会中编译。来看英国苏格兰上北边的一个岛屿，因为环境污染，佮有真侪塑胶垃圾，造成当地有真侪海拔受伤哦，佮有性命的危险。伫甲湾的石头旁，常常看到海拔规定伫遮，这是英国苏格兰上北边的西德兰群岛，纬度超过北纬60度，4月进前的平均温度拢伫个位数，也是海拔上爱来海域。贝文顿阿姆2人伫遮做动物保育，负责管理当地希尔斯威克野生动物保护区。当然，不只是只有一对阿姆，啊若无，这么看快西德兰群岛，因根本无法度来管理。We get reports in of any seals or otters that are in trouble out in the wild. We go out and rescue them, or we have a network of people that can help us with the rescues because Shetland's got like a 1,500-mile coastline. 当然啦，骹手无够就准拄好，啊，不过这几年来保育团体发现佫较侪问题，而且愈来愈严重。They came in bigger, they came in stronger, they came in more resilient. Now it's much harder work to keep them alive, and we're losing more than we used to. Food shortages, pollution, pressure on their habitat from humans and from wildlife as well. You know, we're getting killer whales coming here every year. 莫讲叫做杀人鲸的海翁会食海霸，这个面临生存压力的海霸，首先要面对人类用塑胶陷阱填入地方，就算小海霸，互陷阱套掉的时袂受重伤，啊，不过身体愈来愈大，这个卡伫个阿妈棍的陷阱就会真做生存威胁。另外是多氯联苯这个有毒的物质，虽然伫1980年代就被禁止使用，啊，不过含有多氯联苯的废弃物或者是老旧的建筑，被拆掉甲拼掉进入海洋的食物链，进入海霸体内，互海霸族群面临更加危险的处境。公司新闻时间人编译。下晡晡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